29.5嘅客家进行活动系成员组。当日嘅早晨9点半，客家进行活动都会伫明路巷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嘅最新消息。嘅见面呢，就系拜五嘅天空呢就如好了嘅，唔啲乡亲朋友有安心讲，佢都会拜六礼拜。为期乃留了么？佢假使呢同亲朋友喊忙规划好嘅唔跑，最讲呢现正呢指挥官陈时中呢亚中部长，第二建议呢已经同乡亲朋友先去高院市去留了哦。从期呢系第上礼拜时间去到鉴定机片，第筹备时间呢佢有去到新组，佢其去新组有做嘅按度马解喏，佢新组呢系为先去慰问安心区嘅防疫营业，还个有呢指挥官陈时中。还有些是鸭肉饭，我们看一下一个筹备呢，一个新竹市长林志坚就全场呢第一家面书行来直播嘅贵嘅歌唱，我们看一下。新竹怎么样知道呢？这一家店家它是落实防疫新生活，这个部分就要请市长和大家介绍这个很重要的认证贴纸啦。在介绍这个认证贴纸之前我想要带媒体朋友请教一下阿中部长了因为我看保定资料就领先呢。他媒体现在很想问部长保定，他是公司其中嘅第二十个嘅台湾嘅鸭肉饭嘅一系就是强强嘅，因为呢表示讲新竹嘅一条小四大系真件非常嘅有名哦。佢其实呢亚拜呢新竹市长林志坚佢亲爱同乡亲朋友来推广一个概念，所以讲其他数项有哪点一个牌嘅，一个牌呢就按到防疫友善点价，一个点价呢就表示讲呢假使嘅所有嘅嘅所有业者，假使呢有配合政府嘅防疫行政费运通，又做好自家防疫措施，将呢就你看到呢一下呢啲作为当个有一个病嘅老无强用人下，一年恶意隔开来，做啲呢睇下呢第示范嘅时间呢，还系做啲呢来保持自家社交安全距离，假使呢有合乎政府规定嘅防疫措施嘅新竹市政府，一家条呢就自家做一个防疫友善点价，假使呢乡亲朋友去旺季时间呢看到一个条价呢有特定一个防疫友善点价，就表示讲呢也贵嘅防疫措施都会做到动手起位，嘅民众呢做得安心嘅去消费，下面呢系政府呢也下希望同乡亲朋友来推广嘅防疫行政费运通，前主要嘅概念。何况呢，一个样品讲后呢，沙来呢，还会同乡亲朋友来分享讲，最讲呢，筹备呢，指挥官陈时中呢，佢去到新竹机片咯，都会近边时间呢，都会下晝差唔多1個4點20分嘅時間，其中呢會去到桃園呢新屋機片呢運運唔講，咩喺台灣同有名嘅客家唔講機片呢，或是食材機片講，嘅業者呢可能呢係對疫情疫情當中受到嘅影響，沙來呢係運用嚟進行來帶動機片呢觀光旅遊，然後呢也拜係高有一個動態重點咯，就係指揮官陳時中為去機片感謝企業有幾乎一個防疫嘅試驗站，希望呢一下呢雖然講你睇家出嚟好好去安心留了嘅，不過呢一個防疫嘅呢條還係為顧好來，希望呢為繼續呢留台灣控制啲無口症，還係講控制啲疫情同穩定安用嘅情形咯。好，另外呢，籌備呢嘅指揮中心有同大家來宣布嘅，將講台灣已經連登46日都冇新增加本土嘅武漢肺炎確診個案呢。故說呢，一個防疫行政費係一下政府呢係3萬為來推動嘅，醫生呢就係講一下呢防疫還係為做，唔過呢一下民眾輕鬆有嘅就講，第一世疫情當中，為用嘅呢來調整自家成費，盡量唔好本日嘅疫情影響到呢一般嘅成費，就係政府呢一下清關係咪？那我呢籌備呢指揮中心沒有同大家來公布嘅，所以講呢也遇到嘅防疫有同到嘅素材呢，都係用到實聯制按用之圖來登記5條嘅個人資料。唔過呢，也呢可能有同多民眾當然乎講，唔係咧個人資料講有安全冇，為本人拿去錢財亂用冇。故所呢籌備指揮中心就特別同大家講嘅，一條所有呢啲疫情調查當中收來嘅資料，前度呢將做得保存28日，韓國呢成功28日過後呢，做前都係牢記消費者。然後呢，佢哋公布嘅幾項太嚴節咯，前主要呢就係講有專人呢會來保存來保護一條相關嘅資料，韓國有一條資料。將做嚟拿來做疫情調查使用，嚟看一下呢新聞報道來同大家詳細講一下一條詳細嘅規範到底係乜嘢。
國內維持997日都係冇人確診，未係第46日6日禮拜冇符合氣象嘅本土病例。南擺係講要外國人外落來台灣，有關人同求染老檢檢資料部分會先考量。是有關於經貿的部分。在這裡面我們會首先來開人道的部分，還有醫療的我們的那個國際醫療的部分會來開。那開回來就是他這邊來，現在目前都要14天的檢疫。接下來各項措施未為天天的表揚，不過考慮到有時開放時會了法統計下，本國策單位要經幾可參考。指揮中心未推出適量指措施指引，除了為清楚勞動司令講，為了資料為用辦用，資料最多長6年18年天。採用10年制以後，他必須指定專人來做一個保存。好，那刪除以後，他也必須做成記錄。那我們現在其實刪除以後，好，那我們也正在擬定，就是說到時候的一個稽核的一個方式。那至於說法則的部分，因為是收集個人的資料，所以這些就回歸到個人資料保護法裡面相關的一個法則跟規定去處理。指揮中心未宣布大人你所有簽年之上嘅平日開放本親戚朋友去談事，但你固定就得談事禮拜，韓國禮拜就得有2-3年落去。下個新聞陳龍順簽日特別報道。其實先前就有聽講有民眾係愛管亞成疫情想去騙其他人嘅騙人嘅一條經營資料，就會同家就講亞下係政府為做疫情調查，故上呢為要求唔會提供相關嘅資料，下後呢就發現亞根本呢就係無樣無質嘅，故上呢指揮中心就特別同大家講嘅，假使呢亞下呢政府為收亞資料來做疫情調查之前呢，為有假控太嚴重咯。你看到一啲蘋果日報記帶來嘅報道。而當局呢就同大家來講到，一條所有嘅經營資料收來過後呢，將做嚟拿來做疫情調查來使用，做不能拿來用啲其他素材哦。韓國呢無強唔同意提供資料呢，唔就重點呢一批相關嘅從管督方，其實呢也係為配合政府嘅防疫政策。然後呢，輕鬆有就會鴉片哦，就會講，假使呢唔啲收資料時間唔會同。所有民眾講到清清楚楚，講拿到亞條資料到底係為做乜嘅，為用啲乜嘅素材，係我要用嘅時間同方式亞條，再講亞條做相關嘅主辦單位，都係留唔亞條嚟講清楚來，唔想做啲呢同民眾吸收相關嘅資料，也係民眾要特別注意，真會講亞經營資料啲亞成疫情當中為本人偏稀哦，也係蘋果日報帶來嘅報道。那我哋左邊呢，也嘅指揮中心還有在個公布一項新嘅政策咯，就係講呢，亦係去看病人呢相關嘅限制有在個變用哦。左邊嘅指揮中心同大家講嘅，就係講假使呢有吸煙超過7年嘅民眾，一條相關嘅病人呢就會開放講本家條嘅親戚朋友去看機哦。前主要呢就會少講一條民眾嘅假使吸煙較久地位，主動使要呢親戚朋友去關心佢，可能呢對家病情來講有較好嘅幫助。故所呢指揮中心就認為講，一下疫情較緩呢，就針對醫院管制部分有在個變用嘅。而家呢開放過後啊，其實先前呢指揮中心就已經有針對嘅，像係家父病房，還有像安寧病房、頭期照護病房，然後呢前幾年呢有開放嘅精神病房、兒童病房也都會籌備有開放吸煙超過7年嘅病人，做嚟本親戚朋友去看。到一下呢已經有開放針對醫院一片開放較多地位，希望呢就會為本民眾加卡呢片地位。好，也係有關新出嘅事部分。那我哋接下來呢，我就過來看到呢，就會講政協嘅部分呢，也呢有動到民眾就動關心講，啲政協到底內容時常會開始呢？也因呢，有啲行政院啊，就有同大家呢來宣布講有啲政協間呢，也已經變呢超過400億元。一開始呢，也規劃係啲青年15億，你就係啲初階調音業將來實施。今年嘅初階有較慢地位，前主任呢就會說到講武漢肺炎疫情係講公年過後加出武漢肺炎疫情，故所呢引動到好高就較慢戰後來開好，故所呢一啲初階咩較慢來開始哦，戰後到青年15將來開始。一個400億元呢，進行利用權呢，預算規模係用嘅來咯。啲行政院呢就同大家呢來特別來做說明咯。前主任呢就係講，佢係用2000萬上年來同廿13年係2000元按用嘅規模算起來嘅，差唔多呢就有400億元按用嘅規模。希望呢大家多多來消費來帶動
相关的来促进消费哦。还讲呢，希望呢，也咧因国内经济呢，做对大家这个提动起来，这个发展起来。唔过呢，就有民众质疑讲，按用的400亿元系唔系有卡少掉诶？就讲先前呢，伫前几年差不多也咧马英九政府，也就呢系13年发了3600亿元按用的抵用权，当时呢，医生规模其实比按用还他多动多。就有民众质疑讲，按用的400亿元系唔系冇办法来照顾所有的民众咯？唔过呢，几行政院啊，就同大家呢来贴片来说明讲，其实呢也400亿元系冇包含嘅，像系大众医疗一条，而且讲一条大众医疗系直接呢为发本加条嘅，故说呢假使呢老闺女呢也总共有120万3年按用的大众医疗，按用的民众呢，给所有医生加起来，可能呢会超过400亿元按用的医生规模，希望呢照顾到很多的民众同点搞。好，再来呢，我再过来看到呢，系亚嘅中国时报记带来嘅报道。最讲呢，其实国内呢对标准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到今，对一个边境管制措施系非常的严条，也未造成呢有动到境外的学生系，就讲外国的学生系，冇办法呢继续转到台湾来读书。也呢台湾以前有加分呢，就动到民众都见店门，到底呢一条外国学生系，那用时将做的呢来。转来台湾读书么？从系下20号起，暑假过后呢，就天天就要来开始，咁有可能来开放咯。来看呢新闻报道。另报告要先讲大学嘅境外學生呢，接到學校通知，講學校當地嘅調查轉到學校嘅2年。對啲心態未出嚟講，考慮心態嘅境外生要1500人沙，為到規劃能百姓學生，那希望將學校嘅學生呢受教牽，天朝會幫遷規劃幾個檢疫嘅空間，將會先調查學生嘅2年。在防疫的政策下，居家檢疫如果還是14天，我們必須要去提前規劃跟部署。否則一下子所有的人在開學前2個禮拜全部都進來，我們不會有那麼大的空間。針對咗2年將學校嘅境外生，學校按上用實名制嘅方式，到台灣過後會幾個檢疫14日，先安排防疫小實。不過心態未強調，學校呢下做人，即係先整理出要成為將學校嘅學生嘅名單。能擺係講順時，7年做啲入境，嚟到境外生喺外國嘅8年，將做啲開學。加出來嘅收費，大概錢學校未會填出。那住在北部的、東部的或是中部的，那都延後到開學前1個禮拜才進到學校。那把所有宿舍騰出來，讓這個先進來的這個境外生能夠住宿。雖然說現在疫情有稍微減緩，但是還是需要就是謹慎一點。對，而且還有線上教學什麼，所以我覺得還是有辦法學習啊，對。就算不回來的話，對了教育部講，為咗指揮中心監管政策判例，冇岸上嘅事件。先講大學咪講，呢政策唔係針針對留港澳嘅學生呢，係所有嘅境外生。不過所有政策都係就熱線指揮中心監管政策來執行。記者溫建斌台南報道。多陣呢，一條對國外嘅學生嘅內容是將做嘅轉來台灣讀書麼？也嘅指揮中心就同大家來表示講嘅，可能呢同一個教育部來討論過後，前幾呢會喺下2禮拜就會同大家呢來講出相關嘅政策咧。也呢就有學校呢就認為講，以前也下呢廿部嘅其實呢係香港嘅幾個時區就動亂咯。佢認為講從到嘅下2號期嘅時節，嘅台灣嘅港澳學生嘅可能呢會增加到很多，從第108年度嘅時節，幾來台灣讀書嘅港澳學生嘅，總共就有10673人按多，其實呢同前幾年來比，已經增加動多嘅。故所呢，尤其係政府呢一下呢，又要強調講會對香港提出相關嘅研討糾結。故所呢，接下來一條港澳學生嘅嘅讀書嘅權益，政府一片含係講天初未來從事嘅。為了照顧呢一條學生嘅呢，故所呢一下呢就有動到學校呢就同大家來講到，希望呢為照顧到所有外國學生嘅，故所呢一下呢就有學校呢來提出相關
关的政策来应用咯。最讲学校呢会同一条国外学生的来提出教育减一类费用，也呢就会讲对国外来到台湾的民众呢都配合政府的减一措施，从学生呢就限期享用减一14日咯。也呢将係提示睇就同大家来讲到的，也下其他條所有學生嘅，假使呢係啲送俾天氣嘅防疫旅館，但係學生嘅呢一年呢差唔多係啲費用韓國要上清潔費啊、傳染費一條，加起來差唔多呢就有1800元按度。一條所有嘅錢呢，也學校就按算呢為做清睇一條學生嘅來聽出，希望呢來減輕一條負擔。咪前主任呢就希望講，今日呢做啲繼續來完成一條嘅教育、一條嘅課程，將到啲本一條呢好好呢來完善來到台灣讀書哦。以上呢就係今日客家新聞同大家來整理相關的新聞重點。第二篇呢還有一個消息呢，我同鄉親朋友來預告。最講呢都係下晝嘅時間呢，NHK 官陳時中佢會去到桃園呢雲安港去視察嘅片呢亞馬飛亞嘅民眾數都會影響。客家新聞呢都係下晝4點嘅時間呢，咪全場呢同大家去到現場同大家帶來直播。一方面呢係為來了解嘅陳時中要去到哪條所在。係用嘅來關心嘅片嘅業者，係我哋尤其係為本大家來了解到嘅政府呢，也係呢啲帶動觀光提振經濟一部分，係完全為用嘅來做。你想同志朋友嚟繼續來收聽客家新新聞，啲下晝4點同大家帶來嘅現場直播。OK， 以上呢就今日早晨呢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有關疫情嘅最新消息。想同志朋友都會下晝2點係你共用愛來關心，聽聽呢客家新新聞來關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來關心今日關於疫情嘅最新發展。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資訊。我係陳業做，我係希里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最新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Apple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